那讲到 AI 技术应用范围实在是真宽，其中一种会当画人面的技术，只要用一张相片，就会当剪去另外一个人头顶。上惊的就是会去互利用变做是诈骗的工具。刑事局当时特别拍片提醒民众，目睭看到的嘛无一定是真的。那汇钱的时阵，会当先甲对方讲好通关的暗号，也是先伫面头前握手，看这到底是毋是电脑咧共创鬼。随着科技发达，深度伪造、变脸的时代来临了。不信，我现在就变成你的同学。女警的手伫面头前一个马上变另外一个人的面，佮一届本来是女性煞变做阿公仔的面，连声都变老声。爷爷现在要去买天山雪莲了，赶快把信用卡的账号密码传给我。刑事局去辨面变声影片，就是要公开诈骗集团安怎利用 AI 辨面的技术，用假身份骗人。因为进前检警都捌查到，花莲有嫌犯藏伫民宿，利用 AI 辨面的程式，假中国公安诈骗。因为看到无一定是真的 ，AI 辨面其实原来有漏棚，会当要求对方伫面部一手都有机会认出真假。可以请对方以左右转头的方式，或以手部在面部前面快速挥动来破解。如果他不是本人，而是可疑的视讯诈骗，您会发现他的脸部有模糊的状况，而产生十分不协调的感觉。AI 的方法看到哪亲像真的，无定着咱原来当看书办事，尤其是转校进前，上好甲亲友约定一个您才知影的密语，提高防止诈骗集团假作亲人还是名人的身份骗人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